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！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！你们今天有福了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黄醇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黄醇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黄醇防皱能量袜送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送到家。真的没想到，这种好事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就打了一个电话，留了个地址，没花1分钱，这能量裤和能量袜就给我送到家了。我以前嘛，穿着内裤上翻下卷，不是松就是紧，又湿又闷，太难受了。穿上地黄醇能量裤，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干爽透气，特别舒服。地黄醇能量裤乃人专属卫裤，看设计，它独有3维立体设计和剪裁，不闷不热不潮湿，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2到3度状态。看面料，因纤维抗菌纱线和生物电离子纱线纺织而成，舒适又亲肤，清爽又透气，天然无刺激，不管胖人瘦人，穿着不松不紧，穿上就舒服。看科技，地黄醇能量裤采用银纤维、生物电磁高级面料，舒适散热，亲肤透气，吸湿排汗，3D 设计，3D 剪裁，干净卫生，高效科学。穿地黄醇能量裤，做清爽男人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本来想免费送的能有啥好东西，没想到这地黄醇的能量裤和能量袜比商场的还高档，还送这么多东西，真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没花1分钱，这么好的内裤和袜子就送到家了，这电话打的真值。送这么好东西没花1分钱。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黄醇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黄醇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黄醇防皱能量袜送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等等，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送到家。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！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！你们今天有福了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黄醇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黄醇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黄醇防皱能量袜送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送到家。真的没想到，这种好事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就打了一个电话，留了个地址，没花1分钱，这能量裤和能量袜就给我送到家了。我以前嘛，穿着内裤上翻下卷，不是松就是紧，又湿又闷，太难受了。穿上地黄醇能量裤，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干爽透气，特别舒服。地黄醇能量裤乃人专属卫裤，看设计，它独有3维立体设计和剪裁，不闷不热不潮湿，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2到3度状态。看面料，因纤维抗菌纱线和生物电离子纱线纺织而成，舒适又亲肤，清爽又透气，天然无刺激，不管胖人瘦人，穿着不松不紧，穿上就舒服。看科技，地黄醇能量裤采用银纤维、生物电磁高级面料，舒适散热，亲肤透气，吸湿排汗，3D 设计，3D 剪裁，干净卫生，高效科学。穿地黄醇能量裤，做清爽男人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日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本来想免费送的能有啥好东西，没想到
这地皇村的能量库和能量袜比商场的还高档，还送这么多东西，真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没花1分钱，这么好的内裤和袜子就送到家了，这电话打的真值。送这么好东西，没花1分钱。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皇村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皇村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皇村防皱能量袜送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等等，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送到家。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，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，你们今天有福了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皇村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皇村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皇村防皱能量袜送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送到家。真的没想到，这种好事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就打了一个电话，留了个地址，没花1分钱，这能量裤和能量袜就给我送到家了。我以前嘛，穿着内裤上翻下卷，不是松就是紧，又湿又闷，太难受了。穿上地皇村能量裤，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干爽透气，特别舒服。地皇村能量裤乃人专属卫裤，看设计，它独有3维立体设计和剪裁，不闷不热不潮湿，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2到3度状态。看面料，因纤维抗菌纱线和生物电离子纱线纺织而成，舒适又亲肤，清爽又透气，天然无刺激，不管胖人瘦人，穿着不松不紧，穿上就舒服。看科技，地皇村能量裤采用银纤维、生物电磁高级面料，舒适散热，亲肤透气，吸湿排汗，3D 设计，3D 剪裁，干净卫生，高效科学。穿地皇村能量裤，做清爽男人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本来想免费送的能有啥好东西，没想到这地皇村的能量裤和能量袜比商场的还高档，还送这么多东西，真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没花1分钱，这么好的内裤和袜子就送到家了，这电话打的真值。送这么好东西，没花1分钱。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皇村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皇村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皇村防皱能量袜送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等等，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送到家。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，中老年男性朋友请注意，你们今天有福了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皇村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皇村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皇村防皱能量袜送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一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一个电话送到家。真的没想到，这种好事根本就不可能。我就打了一个电话，留了个地址，没花1分钱，这能量裤和能量袜就给我送到家了。我以前嘛，穿着内裤上翻下卷，不是松就是紧，又湿又闷，太难受了。
穿上地航醇能量裤，这些问题全解决了，干爽透气，特别舒服。地黄醇能量裤乃人专属卫裤，看设计，它独有3维立体设计和剪裁，不闷不热不潮湿，恒温保持在低于体温2到3度状态。看面料，因纤维抗菌纱线和生物电离子纱线纺织而成，舒适又亲肤，清爽又透气，天然无刺激，不管胖人瘦人，穿着不松不紧，穿上就舒服。看科技，地黄醇能量裤采用银纤维、生物电磁高级面料，舒适散热，亲肤透气，吸湿排汗，3D 设计，3D 剪裁，干净卫生，高效科学。穿地黄醇能量裤，做清爽男人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本来想免费送的能有啥好东西，没想到这地黄醇的能量裤和能量袜比商场的还高档，还送这么多东西，真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没花1分钱，这么好的内裤和袜子就送到家了，这电话打的真值。送这么好东西，没花1分钱。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即日起不花1分钱，地黄醇能量裤、能量袜送给你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398元的地黄醇能量裤送，98元的地黄醇防皱能量袜送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，快递给您送到家。等等，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，特别加赠价值298元高品质老年评书机1台。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，不花1分钱就可得3样，每人限量100套，每人限领1套，1个电话送到家。